細個睇電視好相信兒童節目玩遊戲贏獎品，真係冇諗過10幾年之後竟然有機會實現。小學嗰陣見到啲好假嘅肥仔玩 game 勁渣嘅人，都會同細佬喺電視前面笑佢哋，成日喺度諗如果有機會參加，一定會做得好過佢哋。唔知幾時開始已經唔係4點鐘就坐定定睇電視嘅小朋友，冇諗過10幾年之後已經投身社會，仲有機會參加兒童節目。今日除咗帶我嘅寵物上電視之外，仲帶咗幾位由細睇到佢哋大嘅小朋友一齊參加拍攝，望住佢哋由唔識講嘢，見到動物咿哇鬼叫，去到而家帶埋自己嘅寵物同其他小朋友分享，望住鏡頭講解，真係有種薪火相傳嘅感覺。對我嚟講都係一種鼓勵，好似印證住自己一路堅持做緊嘅嘢係行得冇錯。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爬行類動物喺大家心目中唔再係害蟲，呢啲所謂另類寵物有朝一日會變成主流嘅動物。想繼續留意我嘅爬蟲工作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 follow 埋我 IG 啦。